过来看屏东从此有一个64岁的草编工艺师李良，伊从小如果好自家做东西来搞，汉小时节搞的刀啊、剑嘛也都，如系伊自家用棍、梳光的也都啊做出来的。研究伊还开始做日本戏服艺品、珠帘锁、西面拿瓦，外销去日本。伊也用传统的西面拿瓦来做带，国家的发布天下时行嘅些东西。屯西面那瓦一种草编工艺，加甜美台湾味。这个稻草哦，刚从田里割下来，烘干完以后，干燥好了以后呢，必须把因为有那个比较老的。枯黄的要把它挑掉，哦，不然你没有挑掉的话，那个有的黄的，有的绿的哦，这样做起来做不好看。拿起一扎行走的管，草编工艺师李良囤铁段，也系走时的撮合，准备爱整日本人衣服用的珠帘锁。大部分的人对也可能唔多了解，不过喺日本乃就看得到。交替神沙充满野条蔬菜，一定认为为国际社会带来福气钱财。稻草，他们认为说这是神赐给人民的一个圣物。那他们将稻草编织成不同的形式，他们统一都叫做珠帘绳。那他们将珠帘绳编织好之后，放在客厅或者玄关，将神引进来。让神成为家里的一个守护。啊，这个要手脚并用，哦，光是那个手也不行，一定要用脚。哦，这个绑起来很紧。请看到李良过生活的冷暖团规杂尾管本做三股，大股地度含实的杂尾管推引入很来，做珠帘锁的管，睇火位表穿前就爱割起来，难为强。里面是包这个。黄色的稻，收割以后那个黄色稻草。李良见拿管拿出管锁，拿出珠帘锁。如果你习惯了，做习惯了就很顺的、啊，这又不用很大力，这样转这样很轻松啊。本单就是农家子弟的李良，汉时时节无东西好搞，就囤田红嘅管、梳光嘅丢起来，做出草剑、草刀，就安尼囤草编工艺，以为鬼出名眼。几年前韩国开始做衣服艺术品、珠帘锁，还卖去日本。我是从小就是在田里长大的了。我从国小差不多3年级我就开始接触这个稻草的东西，但是后来呢，我比较老一点的时候，还有被我的老师还有日本人发现到我有这个技术，哦，他们才来向我下这个订单，叫我做这个珠帘绳，哦，来销往日本。看准日本市场安泰，李良归陆客人都落身来做亚手工嘅草编。刚学的时候哈，力气就是很紧张嘛哈，就转，那转到手会痛啦。如果习惯的话，知道怎么做哈，就很简单。一天要做的话，认真的话哈，有60只以上啦，有的更会做100只哦。喺客家人嘅意，韓國囤發布加到隻珠連鎖當中，安尼衣服藝術品看起來韓國有客家味。光是做这样日本人的东西，都外销日本，好像不太对嘞。然后我说啊，我们有客家的文化也是蛮丰富的，不如我们给它加一些客家的元素在里面，让大家我们客家族群也是可以来接受到这个稻草的艺术。李良個有頭腦，也下流行嘅等人食嘅些東西，加到珠連鎖當中，就係改等人食，又有衣服意思看講嘅些東西。美人魚跟那個熊貓，跟那個拉拉熊3種，比較小朋友比較喜歡，比較可愛型的。因為我們要應付時代的潮流啊，你喜歡我就給你什麼東西給你喜歡呢？大家都喜歡的話。我跟農民買那個稻草，農民又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啊，有都是雙贏啊。
最近伊特行开发自家同事做主连锁嘅材料包，准备卖到欧美市场。你想要睇国内吃卖看哦。提供这个 DIY， 让小朋友可以学到一些创意，那有一些艺术，让自己的艺术气质也可以开发，这样自己创作自己的作品，让他们不用一直都是在打电动。64歲嘅管魔術師李亮，同當年嘅管製出精緻藝術品，一扎管改訂成嘅本等，製出一個唔簡單嘅草編人生。